大家好，歡迎看到今次嘅是中環嘅車站之啦。2023年10月之後改咗7月，咁一打開佢就係中環，同香港係一樣嘅。之後對標111個位，仲多過香港站嘅。咁地方位置啦，之後出到咪同啦，之後兩邊啦，之後同班車時間之後買班車，之後差唔多總之下班5點，咁就21個站，即係2個時候。咁1號台，1號台車定喺呢個是幾個台，因為都有搭到車開。車開正軌，中環站，喺吧。對，到3號台3邊嘅同嘅車就喺上環上車。1號台上客，然之後落 S 站金鐘，之後再到4號台上客，然之後去上環。空站嘅時候，呢度係冇車嘅，而家咧就有車㗎啦。因為港島線西面變通嘅車，咁下一集繼續灣仔，咁星期6晚再見，拜拜。